咱台湾的热浪，唔但温度会加悬，这湿度嘛真悬。天气又搁湿又搁热，人的身躯若翕掉咧，就可能出现热伤害。上严重的可能会着沙昏去。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就请雅纯为咱解说热伤害风险要安怎来预防。是主播，即阵啊，咱的天气实在热翕翕，湿度真悬，所以互人体嘛较歹透过流汗来降温，就真容易出现热伤害问题。咱先对程度上轻的来讲起，也就是讲，咱流汗煞干那啉水无补充电解质，就会出现满脉纠结的状况。过来就是头壳痕，主要就是因为咱的血流向皮肤要来透即个热，也搁有徛伤久，血拢流对脚和手去，致使咱的脑部欠血，都有可能会头晕目暗，有可能会昏去哦。到即个程度，咱就应该爱赶紧来互身体降温，才袂出现愈严重的热伤害的状况，也就是咱后一个阶段的热衰竭。因为流汗，人体流失大量的水分、电解质，血的循环就变歹啊，会出现体温压悬、血压降低、面色白苍苍、规身躯无力、头壳痛，也搁会喘等等的症头。虽然大家听到这个衰竭已经感觉足严重啊，也搁有一个上严重的程度，就是着沙，因为人体已经烧过头啊，温度调节失常，超过40度以上，那规个人的皮肤会红个烧，意识开始袂清楚，会昏去，上严重者恐惊会引起休克、肺问题、氧解，也搁有器官衰竭等等，所以是千万唔通来看轻着沙，死亡率是有30%至80%这尔悬的。也是在讲啊，咱即马因为极端气候，气温愈来愈悬，互咱的着沙死亡的案件嘛愈来愈多。尤其是老人甲囡仔，也搁有大块的人，这调节温度机能较无好的族群，就会较高着沙。另外，伫咧外口做事、劳动甲运动的人，嘛拢是高风险的族群，都要特别注意。万不咱真正着沙，第一步就是爱刷去袂晒着这个所在，爱通风、爱透风。身躯底若是穿伤济衫，也是较湿、较平的衫，嘛着爱烫掉，再过来破水，爱捂冰。上好是会当规人浸入去冷水内底，互人体温度会当降落来。另外嘛着爱加啉寡运动饮料，或者是有掺一丝仔盐的水。若是真正严重，人拢昏去啊，赶紧就爱送病院来急救。爱伫咧3点钟内，甲咱人的体温降到40度以下，安尼才会当降低死亡的风险。也上尾，搁要提醒大家，唔通用酒精来擦身躯，安尼互毛孔缩起来，温度会继续翕伫体内，电导无好。嘛唔通来食退烧药啊，因为热伤害热甲体内发炎发烧是无共款的，唔通就安尼乌白食药啊哦。咱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就讲到这，刷落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